有环保犯罪集团伫咧台中沙鹿租来的土地，违法收这营建废弃物甲废茶，也搁用另外一间合法的公司来申报处理。台中的检方今仔日侦结起诉104人。营建废弃物甲外地的茶贴甲敢若山共款，土地室库有野用铁片围起来。检警环保专案小组查到大型的环保犯罪集团非法清理废弃物。这个集团的成员呢，他们承租了沙鹿区公墓旁的这块土地，在这里呢，他们假借是停车场的名义，实际上却是收受了这个营建废弃物，还有废木材，全都堆在这。专案小组去年接到民众举报，地方环保公司负责人四周的主嫌向沙鹿区唔知影地主承租土地违法提供非法清运业者，将废弃物倒伫遮，敢若2024年1月到8月就销售3万立方公尺营建混合废弃物，甲100万公斤废弃木材，以低于行情之价格向外非法收受、堆置及处理废木材、土木或营建混合废弃物后，再借由邻性共犯所开设具有合法清除废弃物资格之环保公司为掩护，以不实申报之方式，将所收受之废弃物进行再利用或处理。四周的主嫌就用另外一间有以及许可证的联合公司名义，用虚伪散源的手法甲废弃物申报，再搁送到合法再利用机构最终起化暗砍非法的行为。检警经由分段及时监控清运车辆 GPS 行车记录资料互相比对，去年8月发动搜查，才抓到这犯罪集团。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周姓被告等104人分别涉犯废弃物清理法及刑法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另就情节较轻之67名被告为缓起诉处分。犯罪集团不法所得总共2311万外，台中地检署甲四周的主嫌甲违法清运业者总共104人，伊则违反废清法、刑法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另外反起诉67人，判该环保犯罪产业集团。记者综合报道。